今日繼續帶大家睇下一房一廳細單位裝修細節。玄關貼牆有一整面嘅白色原木獅子儲物櫃，靠近門口位可以好舒服咁坐住換鞋。櫃嘅內部用格柵直條紋設計，更有層次感。中空位可以放一啲小擺設同出入常用物品。玄關靠左就留作位擺雪櫃，旁邊多出來嘅空間就做到頂儲物吊櫃。櫃入面嘅層格空間都可以按照家居需求靈活設計。天花板用暖色燈帶確保照明。呢個角度大家可以睇，其實房間係用玄關櫃間出來。客廳整體保留咗足夠空間俾業主之後擺梳化。簡約嘅單人用3尺床空間。推開摺疊式趟門就來到廚房，格局冇改，內籠都保留咗原有地磚同牆磚。L 型廚房嘅空間足夠應付1到2人家庭使用。櫥櫃做左位安裝洗碗機。訂製櫥櫃嘅時候都配合咗乾衣同洗衣機嘅安裝位置。浴室同樣改咗用可以節省空間嘅摺疊式 PD 門。整組嘅淺砂色鏡櫃連浴室儲物櫃一套過訂造，有晒充足空間可以擺放梳洗同浴室清潔用品。沖涼位冇安裝月屏，保留返原裝月簾格局。有興趣了解更多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3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